大家好，我哋係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嘅夢想郵差。我係5 B 班嘅陳靜，我係5 B 班嘅陳正源，我係4 A 班嘅張公子，我係3 A 班嘅朱浩庭，我係3 B 班嘅郭樂兒，我係2 C 班嘅蘇韻儀。歡迎各位蒞臨大埔舊墟公立學校第8屆樂韻飄揚在舊墟音樂會 Harmony Together 交響舊墟夢。我哋身為夢想郵差，負責傳遞大家嘅音樂夢，令每一位擁有音樂夢嘅同學仔都可以喺今晚嘅舞台上面發光發亮。你睇下，我哋嘅郵差袋已經滿晒啦，等我睇下第一封信先。咦，第一個夢想係歌手夢，已經實現咗啦！就喺舊墟好聲音3強總決賽，啱啱真係緊張刺激啊！3位參賽者嘅歌聲都震撼人心，投邊個好呢？真係好難選擇啊！不如睇下現場尊貴嘅主禮嘉賓同埋校監校長又會投選邊一位同學？佢哋嘅座位上面都會有個袋，袋裏面就裝住咗3塊燈牌。